宇宙點解會存在呢個問題，其實人類已經問咗幾千年。你可以諗下，如果有一日你突然停低，望住夜空，星星一粒一粒咁閃，你可能會突然冒出一個念頭：點解會有嘢存在，而唔係乜都冇？如果宇宙根本唔存在，冇時間、冇空間、冇物質、冇能量，甚至連你都唔會存在，咁樣其實仲簡單啲，係咪？但偏偏宇宙就喺度，而且仲有137億年歷史，有銀河，有黑洞，有行星，甚至有一個坐喺熒幕前面睇緊呢條片嘅你。咁問題就嚟啦，宇宙究竟係點樣有無誕生出嚟？如果你問古代哲學家，佢哋多數會話宇宙一定有個第一因，可能係神，可能係某種永存在。但去到現代物理學，科學家開始提出一個好瘋狂嘅可能性：宇宙可能真係由無誕生，而且唔係比喻，係物理上真真正正嘅無中生有。要理解呢件事，我哋要先認識一個好奇怪嘅理論——量子力學。喺我哋日常世界，如果你有一個盒，盒入面乜都冇，咁理論上佢應該永遠都係空嘅。但量子世界完全唔係咁。根據量子力學，即使係完全真空，其實都唔係真正嘅冇。科學家發現，真空其實好似一鍋煲緊嘅水，表面睇落好似平靜，但其實下面一直都喺度翻滾。喺極細極細嘅尺度，粒子會突然出現，然後又瞬間消失。呢啲叫做量子漲落。簡單嚟講，就係宇宙嘅基本規則，容許能量短暫借出嚟。於是，一對粒子可能會突然出現，然後好快又互相湮滅。整個過程可能只係10秒，快到連宇宙都未必察覺。聽落好似科幻小說，但其實呢個現象已經被實驗間接證實。例如著名嘅卡西米爾效應，兩塊極接近嘅金屬板會因為真空量子漲落而被一股奇怪嘅力量推埋一齊。換句話講，真空其實唔係空，佢係一片充滿能量嘅量子海洋。好，問題嚟啦，如果微觀世界可以由無突然冒出粒子，咁可唔可以有一日突然冒出一個宇宙？聽落好誇張，但有唔少物理學家真係認真研究呢個可能。其中一位好出名嘅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霍金曾經提出一個觀點：如果你有量子力學再加上引力，咁宇宙其實可以自發誕生，唔需要任何外力。點解會咁？關鍵喺於一件好神奇嘅事：重力嘅能量係負嘅。你可以想象咁樣，物質嘅能量係正數，但引力嘅能量係負數。當兩者加埋可能等於0，即係話整個宇宙嘅總能量可能係0。冇錯，銀河嘅能量、星嘅能量、所有物質嘅能量，全部加埋，再減去引力能量，最後可能係0。如果總能量係0，咁由量子漲落產生一個宇宙，就唔需要額外能量。換句話講，宇宙可能就好似量子泡泡咁，喺無入面突然出現。想象一下，喺某個連時間都未存在嘅狀態，量子漲落突然發生，一個微小嘅時空泡泡誕生。呢個泡泡開始膨脹，然後經歷咗一場極端嘅事件——宇宙暴漲。暴漲係一個超級瘋狂嘅過程，喺極短嘅時間，可能只係10秒，宇宙體積突然膨脹咗至少10倍，一粒比原子核仲細嘅區域，瞬間變成一個巨大宇宙。而之後，宇宙慢慢冷卻，粒子形成，原子誕生，星點燃，銀河旋轉。再過咗幾十億年，某一顆普通嘅星旁邊出現咗一粒細細嘅行星地球。然後再過幾十億年，進化誕生咗生命，生命開始思考。最後，宇宙入面出現咗一種生物，佢會抬頭望住星空，問一個問題：宇宙點解存在？聽落有啲詩意，係咪？宇宙可能由量子漲落誕生，而量子漲落本身可能只係宇宙法則嘅自然結果。但問題其實仲未完，
因為你可能會再問，如果宇宙由量子法則誕生，咁量子法則又係邊度嚟？呢個問題暫時冇人有答案。有啲物理學家認為，可能存在一個更深層嘅多重宇宙，我哋嘅宇宙只係無數宇宙泡泡入面嘅其中一個。每個宇宙可能有唔同嘅物理定律，亦有人提出一個更哲學嘅想法，可能無本身其實唔穩定，真正嘅絕對虛無可能根本唔存在，只要有物理法則，宇宙就會自動誕生。所以到最後，答案可能比我哋想象更奇怪。宇宙存在可能唔係因為某個目的，亦唔係因為某個設計，而係因為存在本身就係最自然嘅事。諗到呢度，你可能會再抬頭望一望天空，嗰啲星星可能全部都源自一個微小到不可思議嘅量子漲落，而你其實就係宇宙用咗137億年慢慢組合出嚟嘅一段思考。所以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如果宇宙真係由無誕生，而我哋只係其中一次量子期，咁下一個宇宙會唔會喺某個無之中正準備誕生呢？